议员罗坤浩将对财政收支为分化修正，不止中央对地方补助将收回重新检讨，而且有关农保、老农津贴等纾款支出，嘛将回归地方办理。其中轨道建设将优先三读，对厝市府预估影响台南恐惊超过3000亿。对厝市府在税局虽然有拟定相关对策，不过议员认为上过这些拢是原本应该做。议员认为市长是大公，应该全力以赴，临时造成民众恐慌。恐怕我们中央补助会受影响149亿，市权的部分我们要负担278亿，轨道的建设遭删除删减2660亿，这东西您的那个工作报告里面所写出来的。最坏的情况下嘛，这是什么？因为这嘛毕竟嘛是爱您处理的嘛，不是你讲那个讲我大概黑干了，问题点会就没有了嘛？不会啊。我谈的跟我说，你是一个掌舵者啊，你附带的你要让民众台南市民要有安定安心吗？因为院长跟那个部长都这么说了，部长跟院长都这么说，可是实质上我们第一最信赖的就是中央。量入为出就是有100块就花100块，有50块就花50块。你较早都没有量入为出嘛？较早嘛是。你今天没有发生这件事情，我们都不知道你过去都没有量入为出嘛。针对在税局所提量入为出减少补助对象甲删减无效益活动，因为这拢是目前各局处所提，但到底减少什么补助甲删减什么活动，在税局嘛讲不出来。对此，议员表示，市府一定要重新盘点甲检讨。台南新闻，军事林英庚采访报道。